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20207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21节到128节，列王记上卷3章16节到28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是顶头来的智慧。圣经中间咧讲到智慧，甲一般咱咧了解的智慧是无啥共款的。根据保罗伫加拉太书所讲到的，世俗咱咧讲的智慧，称作是小学。世上所谓的发明，事实上真侪拢是发现世界上原本存在一寡物质元素，然后伫即个了后才将这个元素变做一个新的物件出来。也是讲对原来已经被发现这个物件中间，甲去发现新的组合，然后才做一个新的物件。真侪的基础拢是安尼，而且科学的这个基础拢伫迄个错误中间，搁再去求着解决，然后搁较进步。咱无法度否认，才会对科学所得到的财物愈来愈高深，也愈来愈丰富。当然，这基本上离袂开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本质甲智慧。至少咱对信仰的角度、对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安尼。真侪学科学的人，真爱笑今仔日这段的经文记载伫列王记上卷。就是看所罗门王咧判断两个妇人人咧争夺囡仔的代志，用现代眼光来看，这无算是智慧。基本上牧师同意即种的看法，但是咱袂当忽略着当初是所罗门王时代的迄个背景。咱必须要倒转去所罗门王时代当时的背景来讲。当初时莫讲有科学，含一般的常识，也无现代来的丰富，所以咱袂当用现代人的角度来去评断即个当初时即个能力。根据记载，所罗门王判断即个两个妇人人咧争夺即个囡仔的代志，伫当初时应该是算真困难判决的代志，因此才需要去到伫国王的面头前来求国王来审判。若根据出埃及记即个摩西的丈人亚伯罗已经甲伊设立着迄个分zan厝的审判的制度。所以伫以色列人的制度内底，已经有1000夫长、有100夫长、有50夫长、有10夫长，等等这个共款的审判的制度伫咧啊。但是即项代志放到伫国王的面头前，事实上是因为有一寡困难度。这个困难度其实毋是因为要甲囡仔判做两边，其实上困难的部分是咧审判迄个看袂到的真实。一个真实的老母会为着保存一个囡仔的性命的完全，所以伊宁可放弃。但是一个毋是亲生的老母，伊就无遐尔啊智慧啊。这就是迄个智慧咧判断真正的困难的问题的所在，也是讲咱咧讲真正的智慧的所在，就是去将迄个看袂到的人性的问题来甲伊挖出来。伫逐世代，咱所拄着的需要智慧的问题，拢无同款。比如讲现代来讲，咱要安怎运用上帝互咱的智慧，去看见所发生代志的背后，然后来去反省，来去实践。伫7月24号，台湾一个棒球的选手，伊的名叫做林思伟，伊伫即个无观众的一场的比赛中间，伊所效力的即个红袜队13-2
赢即个精英队。啊，事实上林子伟迄场的表现安怎已经毋是介重要，因为已经赢真济啊。但是呢，伊迄天比赛了后，伊就诚做即个运动记者，无论伫美国也好，还是台湾也好，诚红的一个受报道的一个角色。迄个原因是林子伟是全场内底唯一带喙染比赛的选手。就看见有即个美国的记者，为着即项代志，开始真大力来报道，然后就讲到伊带喙染的代志，然后就甲即个焦点转往着中共武汉疫情的防疫的问题顶悬。当然，即场的比赛，林子伟是算2020年第一支的安打，伫手臂顶悬嘛有真好的表现。但是较重要的是，伫支持无共政党的记者的喙内，林子伟甲台湾的防疫，成做即场报道的焦点。因借机会来惹骂某一个总统候选人。事实上，这毋是干那骂着一个人尔，是骂着全场所有的运动员甲工作人员。咱会记哩，拄则咱讲着，林子伟是全场唯一带喙染比赛的人。毋但安尼嘛，骂了全国所有无愿意带喙染的美国人。看到即个报道，牧师开始来思考。上帝赏赐互咱对天顶来智慧，其实是要爱咱来思考、判断，然后上重要是爱去实践伊所赏赐的智慧。就是讲，咱需要先愿意家己去付出行动，然后来影响人。我想这是林子伟所咧做的代志。我感觉较可惜是看到一寡记者用家己的政治立场来消费林子伟在做的代志，因去耍小聪明去惹骂这家己无介意的人，以及因的做法。当然，牧师的意思毋是讲这个无带喙染这项代志拢无要紧。当然，咱需要来谴责这种，特别是对防疫来的角度来看。但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消费对手，这毋是林子伟带这个喙染拍球的目的。互这个林子伟真水美好的示范，煞去互人甲伊用甲安尼，感觉足政治化去啊。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雅各书第3章的经文安怎甲咱讲？咱要对13节来看到18节，今仔所写的恁中间之最有智慧见识的着用智慧的温柔，对好的品行来显明伊所行。恁心内若藏恶毒、甲怨妒、甲三尖，就无伫外口，无伫白贼来入真理。这个智慧毋是对顶面来的，是属伫罪，是属伫血气。属鬼的款，因为伫什么所在有怨妒甲三尖，就伫遐有扰乱甲一切的歹事。独独对顶面的智慧，伊是清洁，要的是和平、温柔、好商量，有怜悯，有好的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各义的果子是在伫和平，甲行和平的人来种。我想用这段的经文来回应林子伟这个事件，咱真正需要好好来反省，愿上帝来帮助咱，无落入伫这种的歹的计划内底，真正活出一个真水对天顶来智慧的生命款式。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27号。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21节到128节，列王记上卷第3章16到28节，雅各书第3章13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头来的智慧。圣经中谈到智慧，与我们一般在谈的智慧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谈到的，世俗所谓的智慧，其实称为小学。世界上所谓的发明，其实基本上都是发现，就是发现世上原来存在的一些物质元素，发现了之后，再加上新的东西加工之后，又变成新的东西，或是从原来的发现里面的物质，然后再去做重新的组合，再去发展，又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东西。这是许多科学的基础都是这样子来的，而且他们在不断的发现跟错误当中去求得改进。我们不可否认的，这样的科学所得来的知识是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丰富，但基本上这些发现离不开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本质跟智慧，至少我们从信仰跟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许多学科学的人喜欢耻笑今天的列王记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所罗门王的判断2位妇女争夺婴孩的孩子不算是智慧。牧师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必须回到所罗门王时期的时代背景，整个环境的背景，我们不能只有用现代的观点去看过去。当时候来说，不要说科学，就连一般的常识也没有现代的丰富，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角度来评断当时候的能力。根据记载，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已经属于是一个非常难断定的判决，因此才需要送到国王的面前，否则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已经给他建议设立了分层审判的制度，他们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有50夫长、有10夫长等等的这样的分层制度，他们可以去处理的。但事实上，这个判决不是只有在处理说我把这个小孩子剖成两半其实不是这样子而已。最重要的，其实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在判断、审问那个看不见的人性。一位真实的母亲会为了保全自己孩子的生命，宁愿牺牲，说我不要这个孩子。而那一位非亲生的母亲就似乎不那么在乎孩子的死活了。这个才是真正在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那个智慧的判断，那个看不见的问题。其实在不同的世代里面都有不同看不见的问题所要面对的。例如现代我们如何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去看见所发生的事情背后那一些隐而未见的事，而做适当的判断跟实践呢？7月24号，台湾效力于这个红袜队的一位棒球选手林子维上场打击，在这一场无人观赛的大联盟球赛里面，他以代打的角色去上场打球，红袜队以13-2大胜了金鹰队。事实上，林子伟的表现如何已经无关胜负了。但是，无论是在美国的运动报道，或是特别是在台湾的报道里面，就极力的力捧林子伟。这当中其实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原因是
林志伟是全场唯一戴口罩上场比赛的球员。因此，运动记者就将焦点转向了中共武汉肺炎的防疫问题。然后，好像林志伟打了这个2020年大联盟第1支安打，还有他的守备表现也很好，就不再是焦点了啊。他们记者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始说，他们就对于这个不同政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开始打法。是的，的确不戴口罩这件事情是需要去谴责、去提醒的。但若是以林志伟跟台湾防疫来作为标的来责骂或是辱骂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不是骂了一个人，而是骂了全场运动员及所有的工作人员。记得那一场只有林志伟一个人戴口罩上场。不但如此，更骂了全美国那些不愿意戴口罩的人。到底上帝给我们智慧是要来做什么的？上帝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是要我们去判断，做好的判断，并且实践他所赐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愿意自己去付出行动，并以此来影响人。我相信这是林志伟原本要做的事情。上帝给我们智慧，不是要耍小聪明，去辱骂自己不喜欢的人以及做法。牧师的意思并不是说不戴口罩 OK， 我们当然要去谴责不戴口罩的行为，特别在防疫的当中。但是借此机会来大大的消费对手，消费林志伟，绝非林志伟戴口罩上场打球的目的，也让林志伟这个戴口罩这件美好的示范蒙上了阴影。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3章，我们从第13节看到第18节。你们当中有聪明智慧的人吗？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着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既然你们心里有恶毒的嫉妒和自私，你们就不可以自夸，不可以撒谎敌对真理。你们所谓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世的，属情欲，属魔鬼。凡是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有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但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有几样特征：第一是纯洁，其次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着仁慈，能结出丰富的善果，没有偏私，没有虚伪。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我想回到智慧的问题，去看到像林志伟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去做好的判断，能够有一个好的生命的体现能够让自己也好，或是周围的人也好，真的是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就是一个追求和平的、没有虚伪的一个真实的智慧。